貝爾加抽卡，靠呢啲手牌係冇可能贏到預言惡具盜賊噶。但係如果我輸俾佢嘅話，我就冇辦法繼續追尋貝爾加之道。如果真係有方法可以突破嘅話，我召喚分裂中子同埋軌道滑板手上場，然後解放場上2隻怪獸，進行上級召喚。就算嗰份絕望，嗰片黑暗睇落好似永無止境咁都好，光明都一定會降臨。撕裂黑暗，邁向未曾發現嘅天空啦！燒人，加日升龍，犀利呀！係尤蒂亞斯嘅新王牌啊！哇！但係都係贏唔到強化咗嘅預言惡具盜賊嘅卡利。唔止咁，嚴裝品柱炎形劍，效果係令對手唔可以攻擊其他怪獸啊！卡利將我方墓地入面嘅1隻怪獸送翻卡組，發動燒引加日升龍嘅怪獸效果。咁樣燒引加日升龍嘅攻擊力就會上升200點，直到回合結束。好嘢啊！攻擊力2600點啊！只不過係同預言惡具盜賊一樣啫嘛。哼！跟住，當我方或者對手場上有表則表示嘅魔法卡存在嗰陣，可以抽1張卡。貝爾加抽卡，我抽到啦！